嗯，假日哦，在这边坐那个一节车厢的小火车，蓝色车厢的。那另外平常这个好像是平常还是假日？假日一定有啊，平常不知道有没有。这个叫5分车啦，5分车开放车厢的，开放车厢的。哦，你看，装冷气装到那个，哦，你看那个旧的火车。你看那个有管子通到里面去，它售票员在里面有冷气啊，比较凉快。哦，你看这本来有大榕树被7月7号丹纳斯台风吹倒，你看连那个外卖部的建筑的屋顶有一点点的被打坏掉了。你不要太靠近，万一掉落了，打到。新宁糖厂。新宁糖厂是马关条约，哦，甲午战争后定马关条约，割让台湾澎湖，还是辽东半岛有没有？给那个日本，台湾澎湖我的印象是这样。哦，然后到1945年2次大战后，民国34年10月25号算台湾光复。